屬龍嘅同學仔，大家好！鼠牛虎兔龍，我哋嚟到第5個生肖啦。屬龍嘅同學咁點算呢？咁麻煩屬龍嘅同學同我聽翻鼠牛虎兔呢4個生肖裏邊包你大有所獲，因為呢4集裏邊咧都係涉及點樣去打開我哋嘅財運嘅。屬龍嘅同學咁表面上其實就冇犯太歲嘅，其實咧。喺2027年，因為未年個重土嘅關係啊，之前講過啦，就係辰土同未土咧，係有一種我哋叫交纏嘅撞擊嘅，所以屬龍嘅同學留意下，你農曆3、6、9、12月個財運係特別差，點樣可以破解咧？咁呢度我仲講多咗嘅喎，咁其實不論你屬乜嘢生肖都好。凡係你覺得冇運行嘅時候，就記得咧要揾碌柚葉嚟淨化全屋，甚至乎沖涼。最好緊要咧就煲到啲碌柚葉嘅色咧綠綠地色，呢個係最好，同埋最好啊揾到啲新鮮香噴噴嘅碌柚葉喎。有啲街市買到嗰啲唔得嘅就唔好買啦。另邊廂咧有啲同學問我，因為前嗰排有啲 YouTuber 吹水啊，話用碌柚葉沖涼亦可以代替真正嘅碌柚葉，唔得嘅，真係好多人試過唔得。頂住一陣就得。如果你遇到啲好極大重要嘅嘢，例如今年2026年嘅12月22號嗰日冬至啊，到2月4號2027年2月4號成個窗口期啊，你要淨化全屋嚟重新佈局而應對個赤馬紅羊劫。我建議你無論都點揾新鮮嘅碌柚葉翻嚟，煲到香噴噴。有需要咧，你煲水嘅情況下咧，就落36個銀仔或168個銀仔咧，做埋個主財水，開風扇風生水氣，全間屋抹乾淨去，甚至舊嘅風水物咧，有部分如果冇問題嘅，其實可以重複使用，環保一啲，其實係冇問題嘅。即係正如你譬如買咗對麒麟翻嚟，舊年擺過，今年新簇簇，唔通抌咗去咩？所以大家要緊記啦，碌柚葉係非常非常重要。但係當然有部分嘅同學發現用唔到碌柚葉，咁點算呢？因為買唔到喎，身在外國就用淡鹽水，或者有啲人咧就會用一啲好似玫瑰花茶嗰類型嘅方法都得。但係之後過翻清水，同埋曬下太陽咧，都能夠達到風生水起嘅效果。所以呢個係非常非常重要嘅原理，得唔得？另外啦，做善事嗰方面啦，由於屬龍嘅就驚嗰啲土太重啊，記得啦，就要堅持咧，2027年咧要想提升個運氣咧，就例如捐棺材啦、扶貧濟困啦、贈醫施藥啦，同埋多啲咧同168、168、168或者268、268、268、368、368、368做一個神招啊，叫做138。我好少講嘅喎。其他咧，好似以前我都爆過出嚟噶啦，其他生肖嘅同學都聽喎，雖然我好似送俾屬龍嘅，你哋都啱用啊！你知咩叫138啊？138就代表一生發，一生發，一生發。但係如果你對應風水咧，我答你走唔甩嘅，都係168、168、168。到底你係2個168定3個168咁嘅意思啫？好，講翻係168啦，就象徵住100、600、800，係代表3元9運裏邊最勁抽嗰3粒星星，叫3大財星啊！咁講翻2027年啦，3大財星嘅分佈咧，100飛去西北315度，600飛去西南225度，跟住做咩啊？800飛去東南就135度。呢3個地方咧就麻煩你咧就做3個聚寶盆，個聚寶盆要夠大、夠深、夠勁。哎呀，頭先咩鼠牛虎兔我講漏咗添，唔係專登送俾屬龍啊！希望大家聽下嚇。最好3個聚寶盆都係一模一樣樣，聽唔聽到啊？最好3個聚寶盆都係一模一樣樣。譬如我假設3個聚寶盆係用瓷器嘅話，我咪3個都用瓷器咯。如果用黃色咪用黃色咯。我話真係千祈唔好穿窿。如果你每個聚寶盆，我覺得屋企成日漏財嘅，就全部揀8粒石春、8粒石春、8粒石春，就代表聚財。但係你話唔係喎，我平時都聚到財嘅。我2027年好想招財喎，3個聚寶盆咧各放6粒、6粒、6粒，6大順啊，唔係番鬼佬嘅3條6，係我哋中國人嘅6。放之餘咧，就記得揾碌柚葉、黃皮葉、扁柏，煲水抹乾淨。擇個好日子啦，最好係又要靚日子同埋除日，呢個係最重要嘅。跟住河六口氣，代表6大順啊，將我哋個人嘅氣場 DNA 咧黐落去。隨風而動，隨地而行，隨屋而富，隨物而感，隨人而應，咁先至勁啊嘛。另外提翻大家。
啊，頭先唔記得咗講，依一集講所有聚寶盤盡量唔好放地下，聽實我講，所有聚寶盤盡量唔好放地下。咁有啲門派話放4尺或以上，我個人認為咧腰帶以上就 OK 啦，腰以上就 OK 啦，得唔得？因為香港啲地下咧好多時又濕氣又重，同埋驚穢氣啊，同埋驚泄氣。有一批就話驚喺地下度泄走喎，得唔得？咁另外同一個道理啦，如果你啲聚寶盤要放六帝錢嘅，學我話齋，唔使一定買啲棺材掘出嚟或者嗰啲古董嘅，靚嘅就得噶啦，靚嘅係風水專用就得噶啦。咁如果喜歡五福臨門咧，你3個聚寶盤都係放5，順治、康熙、雍正、乾隆、嘉慶就唔放道光，因為啲門派認為咧道光年間啊，咁啊中國嗰個國勢嗰陣時清朝咩 Qing Dynasty 啊，嗰個 Qing Empire 啊，嗰陣時話個國運就開始跌啦，佢就覺得5已經夠勁啦，自尊自大。有啲門派唔係嘅，就認為6都得，我就試過2派都得。咁你記得啦，如果6咧就順治、康熙、雍正、乾隆、嘉慶、道光。記得嗰個排列要順序啊！如果有條繩穿住都要順序，同埋盡量唔好用紅色繩，如果可以用黃色繩、花繩，呢個就係最好嘅。至於你話長明燈，如果你問我 set 咩色最好嘅，淡淡地黃色啊最好，太過白又唔係咁好。你話太過暖又爭啲，我覺得黃黃地啦。同埋好多師傅都試過啦。今時今日咧 LED 燈咧都能夠做到光明接引嘅效果。嗱，再講一次啦 ，LED 燈咧今時今日咧都能夠做到光明接引嘅效果，因為時移世易啦。光明即係光明，就唔需要太過執着咧。我細蚊仔個年代咧，好興啊，就話一定要鎢絲燈膽，連慳電膽嗰陣時啲人都唔接受㗎，搞到間屋咧鬼咁火，因為好熱㗎嘛，得唔得？咁另外大家記得啦，聚寶盤咧就最好一模一樣樣啦。咁你就同我揾清楚3個位置啦，西北、西南、東南。咁最後一招啦，就係呢個啦。叫做屬龍嘅專屬貴人格局啊，就係用嗰招個6合財雙同3合財雙，記得就真係個雙嚟嘅，就唔好用聚寶盤嚟做喎嚇。咁你譬如舉個例子，我決定咧喺龍嘅太歲位啊，唔記得同大家講添，咪抄得佢啦。龍蛇混雜，龍同蛇嘅太歲位都係喺奇門遁甲裏邊嘅順四宮，龍同蛇嗰個太歲位都係奇門遁甲裏邊嘅順四宮，順四宮即係風水上高嘅135度，即係東南位。哇，正喎！咪即係今年跌咗落嗰個8白財星嘅位置度。咁啊係啊，你可以聚寶盤隔離加個財盒都得㗎，呢個冇問題。如果財盒你有個 choice，一係選6合財盒，一係就選3合財盒。喺6合財盒裏邊有2封利是，每封利是入500蚊，一封利是寫住神龍，神係好似早晨個神叫個日字邊啊！大家圖中有冇睇見個圖畫？即係我家顯示嗰個，唔好寫錯個神字啊，係子丑寅卯神字5味嗰個神啊！即係早晨個神要個日字啊，寫住神龍，一個就寫住有雞。咁啊2個利是封合6口氣，每個放500蚊，應承觀世音菩薩咧，去到年底就捐咗出去咧，就包你善緣引財，福有攸歸。咁另一派咧就話唔係嘅，而家常我起水多啲嘅喎，咁你咪用申子辰咯，因為神有合化金咁啊，申子辰合化水啊嘛，咁用3個利是封，咁啊呢個叫3合財雙，申就寫猴子。即係申猴啊，我哋叫子就寫子鼠，辰就寫神龍啊。再講隻申猴子鼠神龍，申猴子鼠神龍，咁啊個個就係合6口氣，又放落個3合位度，咁啊個財雙要冚蓋，咁就唔同啦。所以大家記得咧，財雙嘅風水作用咧就不同於聚寶盤，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咯噃，有冇問題？唉，講到我氣都咳，因為我諗住今晚咧係要講齊嗰10幾個生肖噶，咁但係點講都好，即係簡單啲講，如果我屬龍，我就知道咧，我唔係犯太歲，咁但係咧2027年咧，其實財運都麻麻地噶啦，咁但係幸好有粒8白飛星嘅加持喎，咁 OK 啦，我哋點樣去針對4個位置咧？一個咧就係西北，一個咧就係西南，一個就係東南，再加一次東南，咁啊東南就乘2，咁啊就搞掂，咁啊就得咗，記得啦。用碌柚葉咧，正宅換屋啊，妥善催旺家中嘅168大財星啊，再加埋自己嘅太歲位個財星，再透過我哋定期嘅捐款，
播下善因。咁啊，行善就並非交易，咁但係我哋有捨又有得，打開咧自身嘅封閉氣場，吸引貴人同機遇，實現善緣引財，常稱菩薩聖號，修持內心安寧。縱使喺啲農曆3、6、9、12月咧，屬龍嘅人有小波折，但係都可以逢凶化吉，福有攸歸。